其实皇额娘所做的一切，也是为了皇上。皇额娘对臣妾说，皇上废除臣妾的妃位，可以不用提三阿哥的毒尸本一案，就以臣妾自觉尚不配为妃，自己提出为由。这个理由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？啊，你觉得朕会接受这个理由吗？这理由简直太可笑了。你是皇妃，你聪明贤惠孝顺，后宫的妃子有任何人比得上你吗？你为何不能为妃呢？如果皇上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，不足以让人信服，那就换个让人信服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皇上可以下旨说，德妃不适宜后宫生活，有精神错乱之虞。太荒唐了！小婉，你觉得朕会同意吗？朕知道，是皇额娘，她给你想的这个理由吧？不，皇上，这个理由是小婉自己想出来的，这是最好的理由，也是最真实的理由。够了，朕不想听，不要再说了。但愿皇帝能听德妃的话，不要那么执意妄行。但愿董小婉能狠下心来，激怒皇帝。宝玉来了。皇上若不下旨废妃，便不能顺利接掌两皇及其印，这种局面是万万不能出现的呀。朕也不想出现这样的局面，但朕绝对不会用你去交换两皇及其印的。小婉，你别害怕，朕一会儿就去慈宁宫跟皇额娘好好的理论理论。皇上千万别找皇额娘理论了，皇上要明白，皇额娘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皇上好啊。朕一点都不觉得好，朕就是要跟皇额娘理论理论。皇上你怎么如此固执啊？皇上就不能先下旨废了小婉的妃位，等顺利接掌两皇及其印再说吗？三阿哥毒尸本一案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，皇上到时候再名正言顺地恢复小婉的妃位，这样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那朕就实话告诉你，朕咽不下这口气。朕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，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为了朕蒙冤受辱，这还妄称什么大清之君，天下之地。小婉，你好好休息，朕现在就去找皇额娘。皇上怎么如此固执自私啊？皇上只顾自己的感受，全然不顾小婉的死活。小婉现在明白，皇上对小婉的爱，压根儿就是假的。你说朕对你的爱是假的，你说朕自私，朕对你的爱是假的吗？董小婉，你伤了朕的心，必须向朕道歉，马上！道歉？小婉为什么要向皇上道歉？不是皇上假扮皇公子，把小婉骗进皇宫吗？小婉进了皇宫，怎么样？小婉每日泡在这苦海里，每日尝尽了苦，受尽了气。皇上毁了我董小婉，还要董小婉向皇上道歉吗？皇上是至尊无上的皇帝，当然只顾自己的感受。可惜小婉太过天真，小婉居然相信一个皇帝对一个歌女的爱。你是说朕限制了你的自由？
你不想跟朕在一起了？好，你回江南吧。好啊，皇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。看来皇上早就厌倦小婉了，早就想赶小婉出宫了，是吗？这是皇上的龙尊在作怪，皇上不敢下旨废妃。朕不敢下旨废妃，朕没有什么不敢的。紧抱着你，谁又曾相信前世今生不了情？爱已似酒浓，恨别惊醒，前缘天意注定。此歌那公子多情，小婉就请皇上放我走吧。一生只为这一天，问谁人这爱能永远？用我心换你的心，只求相偎相依。一生愿为这一谁人能知别样天？我善与雨夜缠绵，只愿相伴一生。刘公子，德妃怎么样了？万岁爷，依奴才的多年经验来看，德妃娘娘是急火攻心，晕了过去。我看睡上2个时辰，就无大碍了。扣扣、婉儿，你们赶紧扶你们的主子进去休息，然后把金太医速速叫来。是。来，小心。慢点。小心！皇上，董主子竟然晕过去了！您跟董主子吵架，吵得也太厉害了吧？不仅吵了一架，朕还打了他1耳光。皇上，您竟然打娘娘了！朕现在明白了，他这么做，就是想故意来刺激朕，让朕废掉他，好接掌2黄旗旗印。朕好蠢啊！小婉这样的苦心帮朕，朕竟然还打他！皇上，您不能打自己呀！皇上，您不能这样！英格、刘光彩，德妃醒了之后定想出宫，你们俩派人守着德妃。如果德妃跑了，朕要你们2个的人头！这，皇上放心，奴才一定多派侍卫守卫钟粹宫。朕要去慈宁宫见皇额娘。万岁爷！皇上，万岁爷！皇上！万岁爷！皇上！万岁爷！皇上！万岁爷！万岁爷！快！
朕不是真的和你生气。退烧了没有？金太医说，万岁爷的病来得猛，得再服一次药才能退。只要退烧就好了。太后娘娘放心，金太医说，万岁爷的龙体康健，不会有碍。姑姑，几日不见皇上，皇上真是消瘦了很多啊。太后娘娘，要不要奴才换换万岁爷啊？不要。刘光彩、苏娜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哀家等皇帝醒来。这是。你为什么那么狠心？小婉她好可怜，她那么善良，她如此的孝顺皇娘，皇娘为什么要认定她是下毒之人？儿子也好可怜，儿子还亲手打了她，儿子是混蛋。儿子是混蛋！真对不起你，真没有保护好你，真对不起你。皇娘，傅林，你有病在身，不需要跟额娘请安，你躺下说吧。谢皇娘。皇娘，你怎么哭了？刚才额娘看到你熟睡的样子，就想起你小时候的情形，再加上看见你满脸的病容，额娘的心里好疼啊。儿子刚才急着去慈宁宫找你，儿子也不知道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就晕倒了。皇帝放心，金太医已经来瞧过了，给皇帝服过药。皇帝就是寒热交加，心中郁结。德妃怎么样了？金太医有去看过德妃吗？金太医先去看的德妃，德妃只是身体虚弱，已经服了药，并无大碍。皇娘，刚才儿子想去慈宁宫找你，就是想同你商量商量德妃的事。皇帝，如今只有1天的时间可以改变眼前的困境，我们必须要好好谈谈。刘公公，你说这事情弄成这样，我都快疯了。唉，苏娜姑娘，马上就要交旗印了，想想那天的情景，那才叫人紧张呐。皇帝不是很听德妃的话吗？为何皇帝不听德妃的请求呢？皇娘，儿子在回答您的话之前，想问您一句话：您审了小婉6日，您告诉儿子，您真的相信小婉她是下毒之人吗？皇帝，就算此事存疑，但就这件事废黜德妃，
就可以解决齐印的险局，不是一步好棋吗？皇娘，儿子看得清这步棋，但儿子不能照您的意愿去走这步棋，因为儿子一旦这么走了，是齐印到手了，可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没了，碎了，破了。儿子知道董小宛深爱着儿子，他愿意为儿子牺牲一切，可儿子呢，却还是打了他。儿子还是人吗？皇娘，儿子绝对不会因为两黄旗起义而把小婉当做一个牺牲品，永远不会。难道皇帝就不想亲率两黄旗？儿子想，但儿子更想要小婉。额娘终于看明白了一点，皇帝对董小宛的情已经超过了当年多尔衮对额娘的情，而董小宛对皇帝的情也同样既真且深。皇额娘，您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儿子非常感谢你。如果皇额娘您不愿意再管两黄旗起印的事情，那就让儿子去处理吧。儿子会对付那帮议政大臣们，即便他们不按时交起印，天也塌不了。天兴许塌不了，但会朝廷大乱，百官惶恐，天下不宁。额娘不想谈了，皇帝好好休息吧，不需要送额娘。儿子将天大的难题扔给了皇额娘，儿子跪谢皇额娘。什么？皇上吐血了？那皇上现在的病情严重吗？还算好，只是痰中带血，并无大碍。敖大人，如今的局面真让哀家忧心如焚。皇帝不同意废妃，议政会议就断然不会交出旗印，那么皇帝和议政会议的冲突将会越来越激烈可怕，那将使朝廷震动，天下不宁。是啊，太后娘娘，这您说该如何是好啊？太后娘娘圣明，太后娘娘召臣来，是不是已有破解的法子了？哀家也没有任何法子，除非议政大臣里面有人同意交出旗印，那么议政会议就不能形成一致决议，议政会议才有可能交出旗印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想让臣来做这个人，臣不敢，也不能啊。皇上坚决不废黜德妃。如果议政会议再把旗印交给他，那皇上就会在亲汉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越走越顺呐。不错，所以哀家也没想，也都没敢让你表态赞同交旗印。如何解决这道天大的难题？敖大人，你有什么法子？鳌拜，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后娘娘，臣对皇上、对娘娘无限忠诚，但臣又是议政大臣，朝廷命官，在皇上不废黜德妃的情形之下，议政会议坚决不交出两黄旗旗印，是完全正确的。这对朝廷、对天下，皆是有益之举啊！因此，臣不能在这件事上和他们背道而驰。娘娘，臣鳌拜，忠孝不能两全。因此，臣愿辞官退养，永不问朝廷之事。还求太后娘娘恩准。敖大人，哀家真的没看错你，你真是一个难得的忠臣良将。如今哀家这回你的话，什么辞官退养，你想都别想，以后也都不准再提。太后娘娘，臣难呐。敖大人，哀家知道你难。哀家要让你办的事，不会让你太为难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哀家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听了之后，可能会有新的想法。什么？皇上竟然吐了血痰！皇上没事了，现在已经去了御书房处理奏章了。皇上怕娘娘担心，特意让奴才过来看看娘娘。皇上为了小婉急火攻心，皇上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都不废我。英格尔，我没法再逼皇上，我没法再逼皇上废妃。娘娘能这样想，那就太好了。皇上现在的压力太大了，娘娘千万别再给皇上增添压力了。姐姐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，是为了让皇上顺利得到旗印啊。这个皇上已经明白了，娘娘是故意自毁形象，逼她废妃。皇上为了伤害娘娘而感到非常痛心。皇上说，等过了明天，就来向娘娘道歉赔罪。皇上道什么歉赔什么罪啊？要说这该道歉赔罪的，也应该是小婉。英格尔，你说明日的议政会议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我想着都揪心呢。这个娘娘就别多想了，多想也无益。皇上说了，议政会议不交就不交吧，总有一天，他会让那帮所谓的忠臣重臣后悔的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刺杀洪承畴的不是天地会的人，而是朝中的重臣。哀家详细询问了当时的种种细节，反复思考过这件事，可以肯定，行刺事件不是天地会人所为。但是何人所为？哀家可以判断，是朝中某位议政大臣所为。鳌拜，这件事，哀家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皇帝。你该明白哀家告诉你这件事的分量了吧？哦，感谢太后娘娘的信任。议政大臣，幕后黑手原来是议政大臣。那太后娘娘，您认为是哪位议政大臣想刺杀洪承畴大人呢？行刺洪承畴的悬案，哀家想交给你暗中密查。这个人敢犯险行刺议政大臣，恐怕有朝一日也会对皇帝和哀家下手。这件事
你要极其小心，不可以早漏一点风声。臣恭领太后娘娘懿旨，严查此案。这件事只有你和哀家知道，没查出结果之前，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，明白吗？臣明白，臣做梦也不会说出这件事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你还需牢牢记住，没查到确凿证据之前，这一切只是臆测猜想，所以你的暗查必须极其隐蔽和巧妙。臣明白。你要记住，不可以让被查的人有丝毫觉察。如果这些重臣发现自己在被暗查，你将有大麻烦。若你真的被发现了，你也不能说领有哀家的懿旨，只能说是你自己所为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太后娘娘，臣再问一句，在暗查的对象之中，是否也包括首席议政大臣呢？所有议政大臣，无一例外。臣明白。扣扣，英格尔，我要查找出钟粹宫里那个陷害我的人。全力以赴协助娘娘尽快解破此谜案。太后娘娘要臣提的方案是：先将旗印交给太后娘娘，何时交给皇上，由太后娘娘定夺。不错，目前的局势，哀家只能想到这个法子了。当然，这得要议政会议信任哀家。太后娘娘的法子甚好。明天臣提出来，应该不会遭到强烈的反对，而且定会有人响应。说到响应，哀家有个想法，孤掌难鸣。为了让明天的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，敖大人是否可以先与某位交心的议政大臣通通气？哦，太后娘娘，臣和英亲王苏克萨哈关系甚好，是可以交心的。是吗？哀家从没觉得你和英亲王交情甚好。朝廷有规定，大臣之间不宜走动太多，所以臣和英亲王的来往也不算多。好，遵守朝制是好事。婉儿，扣扣，从现在起，你们要留心，帮我观察钟粹宫每一个下人，仔细观察他们。太后娘娘。今日本该是议政会议交旗印的日子，可德妃魏废还住在钟粹宫，哀家真是忧心如焚，如何是好呢？
太后娘娘的焦急心情和臣等是一样的。不过，太后娘娘，当时和我们议政会议是谈好的，若皇上不废妃，那议政会议就可暂时不交起印。议政会议可以等皇上醒悟之后，愿意废掉那个汉女了，那议政会议立即将其印奉交皇上。不错，太后娘娘，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臣等都是忧心如焚呐。不过，只要其印还在议政会议的手里，皇上就会有所顾忌，就不会在亲汉的路上越走越远呐。好啊，敖大人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太后娘娘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德妃已经犯下谋害三阿哥的滔天大罪，为何没能将他一律惩治呢？以德妃之罪，早就不是废妃的事儿了，怎么如今倒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又回到钟粹宫去了？是啊，太后娘娘，这个臣也颇有疑惑。这个呢，哀家可以向各位解释一下。毒害三阿哥一案是宫中天大的案子，三阿哥是皇帝还有哀家最看重的阿哥。哀家不讳言地说，三阿哥随时可以立为太子，是大清未来的储君。毒害三阿哥，就等同弑君。因此这件事一发生，哀家就下旨抓了有重大嫌疑的德妃，且不顾皇帝的感受，关在慈宁宫整整审了6日。哀家甚至让敖大人、刘光才和苏娜3个人轮流审问，让德妃精神崩溃。可审了6日下来，这3位主审的人一致认为，作案之人不是德妃，不是德妃做的案，这可就蹊跷了。刘光才，敖大人，哀家没说错吧？太后娘娘，奴才审查公案可谓经验丰富，可德妃之案，依奴才看，确无证据。奴才得出的结论是，此案应与德妃娘娘无关。太后娘娘，臣审案后和刘公公的结论一致。德妃送给三阿哥的手抄唐诗本，在上面下毒的，一定不是德妃本人。其实哀家同各位大人一样，想定德妃的罪，那么废妃之事就自然解决了。因此前日哀家不甘心，还亲自审了德妃。太后娘娘圣明，法眼如天呐！有太后亲审，可以肯定，这德妃非露出马脚不可。如果德妃真的有马脚的话，哀家相信她绝对逃不过去。可是很遗憾，哀家审问的结果与敖大人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。太后娘娘，难道要放过董小宛不成？简亲王是想铸冤案，铸成德妃的冤案，那真正的凶手岂不就是放过去了？再说，无确凿的真凭实据，皇帝会认下德妃的罪吗？不仅皇帝，哀家和尊重朝廷律法的各位重臣，恐怕也不想自泼污墨吧。简亲王一向按律行事，怎能说出如此荒唐之言？简亲王所言确实荒唐，我大清是以公正律法治天下，岂可为了某个目的，刻意的制造一桩冤案呢？基督，一时失言，还不快点向太后娘娘认错？太后息怒，臣一时失言，臣只是想德妃印尽快废掉，议政会议尽快交印，臣一时口不择言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你也是出于忠心，心急才说错话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昨天晚上还跟扣扣他们商议过此事，让他们仔细留意钟粹宫的每一个下人，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没有什么反常。
可我仔细想来想去，我还是觉得，就在我去皇后娘娘宫中和各位嫔妃相聚的那个下午，这作案之人最有可能选择在那个时候下手。可那日下午进过娘娘书房的6个人，我们都严格审问过了。其实那日下午进过我书房的可不止6个人，我已经仔细问过了。那日下午，柳公公也进过我的书房。怎么，娘娘怀疑柳公公？柳公公可是钟粹宫的主管公公，而且他是刘公公非常信任的人，他还和我们一起审过案子呢。其实也说不上怀疑吧，但我觉得那日下午凡是进过我书房的人，都应该仔细的逐一排查才是。郑王爷，你是首席议政，这种局面你有什么建议？可以说来听听吗？太后娘娘，今日这种局面确实很难办。皇上不顾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的强烈意愿，坚决不肯废掉董小宛这个汉妃，甚至还进一步独宠这个汉妃。臣等对这件事情议过好几次了，最坏的局面，臣等以为。郑王爷，在座的都是一家人，你不需要斟酌词句，把你们的想法都直说出来吧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倘若皇上执意宠爱一个汉妃不离不弃，倘若皇上在亲汉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回不了头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议政会议将行使祖宗家法，废黜皇上，另立新君。皇上，今日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，在慈宁宫里，不知会是何种结果呀？是，皇娘正在与那些议政大臣博弈。朕倒要看看那帮忠臣重臣，到底要把朕的棋印捏到何时？是不是能将它捏软、捏化？各位大人，废帝之举事关国体，如动辄言废，只怕会将我大清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若议政会议坚持废帝，哀家也无话可说。但是废帝之时，请将哀家这个皇太后一起废了。太后娘娘，切勿生气。臣等对太后娘娘十分的敬重，议政会议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对太后娘娘不敬的想法呀。太后娘娘，您怎么可以说这样的气话呢？咱们议政会议对太后娘娘向来都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呐。是啊，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郑王爷刚才谈到废帝话题，甚为不妥，还没到这个地步。太后娘娘，大清江山在任何时刻，只要有太后娘娘坐镇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一定可以找到破局的法子。这作案之人，应该是有动机。